選有人聲這來和鬧，他的勸諫我完全唔受教，皆因懶趕出頭，我嘅頭毛。油麻地天后廟喺1865年由當地嘅水上居民所建成，係海邊一座小廟宇。當時嘅位置大約就係而家嘅北海街一帶，但喺1874年嘅一次風災之中，原本嘅天后廟就被摧毀。之後當地居民籌募經費重建，1876年喺而家嘅榕樹頭開始動工，總共有5座建築物，包括正殿嘅天后廟，兩側就有油麻地觀音樓、油麻地城隍廟、油麻地觀音樓社壇同埋油麻地書院，係香港現存規模最大嘅天后廟建築群。呢家大家所見嘅天后廟喺1890年全面落成，而且喺2020年5月被列為法定古蹟，係一級歷史建築。當年天后廟前面嘅土地都被漁民用嚟曬船嘅麻纜所用，附近就有唔少經營保漁船嘅桐油同埋麻纜嘅商店，呢個就係油麻地嘅起源。到咗1887年，天后廟以南同以北嘅街道俾政府命名為廟南街同埋廟北街，其後合併為廟街，亦都係廟街呢個街名嘅起源。便是子女學我今活。